小姑，你还有嘛个事情吗？公公，民父母双亡，只有一个年幼的老太，求公公帮爱让那个老太见最后一面，民父绝对唔会唔记得公公那个太人太的。这啊！阿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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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太，阿姊，公公。唉，罢了。老太，阿姊，就哪位去嘞？家下姑婆婆带我去摘松果去嘞。咦，阿姊，你哋阿妹爱做乜嘅？阿姊，我到长安宫中去嘞。阿姊，我要去。老太，你年纪小，做唔得去。哼。老太，你看，你变。老太，阿姊已经老你交本母婆婆嘞，你爱听姑婆婆的话，你知冇？爱知。阿姊，你唔好叫我。阿姊，伤心。老太，你看，那个头那么暗乱，阿姊老你洗头。爱冇，爱冇。等阿姊从长安宫转来，张洗吧。转来。老太，你还记得你头上嘅伤血吗？伤血，记得啊，迄眼唔好。阿姊早上嘅时节，也去倒树档头上过，结果跌下来，害阿姊太叫我一场。阿姊心痛。阿姊，老太，你喊一拜，唔好个结束的你知吗？老太，阿姊，让伢个头那么整理一下，好吗？好。来。
时辰已到，将您带走。老太，你要唐姑婆婆的话，你点么？阿姐，我个结束嘞。阿姐，带走了。阿姐，阿姐，嗯阿姐，老太，阿姐，老太，老太。塞上风都破斜盘，开往心中别样好。山里秋帆飘偏烟，幽闻汹涌缠长安。天气一时嘅好惨。秋风无关已渺茫，面色归风怒气风，天子望孙守天，利用美酒祝秋梦，一人嘅失踪。同胞手足之情，可谓深切。同样，天下的人都能彼此谦卑开破了，大家可言的点滴，秋梦离别，也不知从是最匆忙。启禀太王，太太后求见啊！故王随后就义，遵命。燕燕也始终手下，最亲妹之情，依依难下。唔做亲像我让阿老太当时分别嘅情景，老太干平，你呀哈对哪位呢？姊姊，姊姊，猜你妹妹，老爷嘅太太后前来见约，你用办会走到衙位来。太太都嘅要嘅，太王講去前橋失靈個。想唔到，
记得放假日也有母子之情，可谈恩理。错啊！我大年都本太太休前约的，不过放假自家的母亲，马上会本记前约的啊！老妈，你跳谷，你真是好太胆，竟敢私自翻看台湾的薯片，我更加变好来。好，这，哎，你竟敢将他太后的表的碰头机，你还冇爱命系咩？啊！公公。公公，有嘅係我碰到嘅，冇干猜你妹妹嘅事啊！哈，跳谷，你两班要黑你啊！公公，有位很眼碰到嘅，我老跳自己想講啊！係我碰到嘅啊！你用啥？真是係啊！发生何事嘞？并太公，佢讲我跳舞，私自翻看太公嘅书片，还将太后嘅妖嘅碰头起嚟。哈？你明太婆，有位很眼碰到嘅，我老跳自己想講啊！有嘅係我碰到嘅啊！很眼碰到嘅啦！係我碰到嘅。碰到有完，时光太后，佢嘅風體，岂能如此粗心呢？你愛弟，你後應當謹慎為上，索起從前，休得耽誤。車太王鳳恩，車太王鳳恩。跳谷，你為何太年數過橫偏古往呢？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，奴婢地吹。你對佢看乜該數啊？奴婢看嘅係事件，你能看得明白？奴婢處地一二，給你看得係哪一片啊？奄奄一片。妍妍，莫非你也有兄弟姊妹嘅愛所麼？愛太王用兵，慢慢講話。我本情可猜上姑娘，苦本苦過三年書中，只因祖父被媳婦妻，無奈地走遠離他鄉，千里義共千送情柔，集體分開岂不悲傷？上蒼大洲謀沙方，苦苦有地訴凄涼，看見有體受衣裳，徒是感觸離情愁，一絲夢情暗處中，秋帆共歸夢見了。你家族只有一個年幼嘅兄弟，竟然又能離開佢呢？離開，愛生路斷切，亡命難為呀！這命生之苦，本家自吹呀！妍妍，一說事件，你既然就有隔意，國王就賜本於你。此本奴婢，看了了妍妍一事，就像見到人嘅兄弟呀。
请退吧。老太，你看了奄奄一息，有何感慨呀？并退吧，也奄奄始终所下兄妹之情，令人感动。同样，天下间的人总能亲像眼眶，给了解好。这。母亲命我你先夫人，为国嫔妃多争名，求骨髓面出生平，求有人对和平心，心思故旧念平情，何问苦一心安平，平义兄推修兄义，地求是此事的。林太王，本太后嘅腰会真好咧。随我前往，父氏母后吉福哟。晓得。太王果然是个好子啊！王后后悔改无情，技巧好上下人，本来生谁昂流，见机发誓死的，是有爱眼求命，不由门相生兄弟，其心体上样样能做，应该为其参加意。王夫人，哦，公公，哎呀，还再去收鞋，我马上再去收鞋。哎，奴才去过参见公夫人啊。你对佢讲乜嘢啊？太王上送禀报太后，太后有旨封你挑事为王夫人啊。王夫人。太王，看看歌词，轻巧可以，爱到情意家风贵，自父为夫人随家意，一条归路，一条归路暗流泪。送客公平匹马，浪干太严，小五各盼本权太叔之事，万事拜托了。
小童，千里安心啊，下官一定为你效劳啊！小童啊，加上你再见李氏真改上之事，就按样讲去了。做得做得，大家都该为山上立誓，在乎记得一幕花可讲，同进同退嘛。好嘅，同进同退了。龙干太人，请韩人抢刘铺。给我就说不言送啊！表在苏瓦里吧，苏凤啊金马，自梦啊妹呀妹呀，结果为情啊！我心房等那意，小树爱偏那，我为你可话该呀，就是爱你嘛。少年，公子，你很几个人。一个体在乎，将原来衣裳利息全部改为山上。现在嘅人记上，唔现在嘅人很记得，连本带利全部归还。小姐，我马上就去。慢，本堂长安建造，要干柴来采此地，看见有马嘅通知，你先去探探一番。晓得。哎，公平啊，匹马，哟，他也很有糖到嘛啊，哈，哥哥，你爱好大，你为嘛该不够大嘞？你像个囚犯嘿嘛啊？好呢，但个他呀哈，还这个上中转了哈，哎吼，这人算是啦，去。